各位歡迎收睇夜間新聞，我係陳婉容。先睇今晚嘅新聞重點。南韓中東呼吸綜合症各位，南韓嘅中東呼吸綜合症疫情有惡化跡象，第一次出現第4代感染個案，同時再多一個人死亡，令到死亡嘅病者增加到14個人。世界衛生組織話，南韓嘅疫情規模大同埋複雜，預料今後會有更多確診病例。林太基報導。南韓至上報導。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話，關注南韓出現首宗第4代中東呼吸綜合症感染個案，如果屬實就反映出南韓出現社區傳播嘅風險已經增加。實習記者簡貝興報導。南韓傳立法會仲有4日就會表決政改方案，警方喺今日中午嗰陣完成清理立法會大樓外面添美道留守人士擺放嘅雜物，清理行動未有遇到反抗。實習記者阮文山報導。文山報導，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就話，移走添美道嘅危險物品唔係清場。佢又話會設立一支新嘅搜證隊，喺未來幾日嘅集會活動入邊專責搜證。實習記者黃文浩報導。繼續新聞時間，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透露，有人出1億要求佢轉軚支持通過政改方案，但佢拒絕咗。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質疑中間人係咪代表北京，相信中央政府唔會咁做。實習記者文嘉琪報導。沙田美林村兇殺案，警方錯誤拘捕一個智障男人。立法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警方處理有特殊需要人士嘅執法指引。有議員就要求保安局公開內部指引嘅內容。方立恒報導。被警方報導。為期3個月嘅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公眾諮詢，今個月底就完結。環境局已故工聯會前會長楊光撤令，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立法會主席曾。美國繼續遭遇懷疑嚟自中國嘅黑客入侵，大量敏感資料被盜取，涉及軍事同埋情報部門等職員嘅資料。林太基報導。睇埋天氣啦，天文台預測聽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氣溫介乎20。各位新聞報道完啦，晚安。吸收下啲新鮮空氣。